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 Rita 小朋友另個 Apple 韓國友水童音及強下，你哋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來賓係馬莎咧麼？是係兩個非常有名嘅藝術家，咪係你嘅客家自覺。你實實來歡迎藝術家莊水平先生。大家好，我係莊水平。哇，先生，你倆水童音和電音社哦，有結合倆甜甜的那個當上嘅熬夜哦。謝謝。其實先生吼，當然帶啲國外哦，所以倆擺有做得轉到台灣，嗰個最近有開畫展倆度哦，變成一個藝術家哦。其實我哋講以前喺學校讀書嘅時節，甚至是美術差一點點，覺得自己要被當掉，係安樣呢哦。是啊。因為實際上我是高中畢業的，然後呢考上藝術學院，那時候是應該算是台灣最好的藝術專業學校。考進去之後，當然我覺得自己是不錯的啊，可是面對同學，好像每個人都很厲害，尤其他們是復興美工的，然後受過很多的專業訓練，那比較起來，我在裡面就是顯得相當弱。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呢，有一點點感覺到自己放棄了哦，所以後來有一次我的油畫成績被打了40分之後，我就覺得說太可怕了，我可能不適合學藝術。40分，對，我蠻好奇的，因為線上幼兒世界從來挑白請採訪，我覺得我畫得很好，就老師說0分重畫，因為不符合他的規定。跟兩位呢線上幼兒還不給你60分，表示你及格，還有40分哦，還有40分，那就可以顯示我有多差。不過該東西又受到打擊嘛？有。那後來為什麼還是要堅持藝術的路？有什麼轉捩點嗎？我覺得這個轉捩點是因為我當了媽媽，然後經過付出，然後還有就是反思我的人生，然後在世界上各個不同的角落裡看到了很多的人和不同的文化，我突然感覺到人生很美妙。然後這樣的一個對人生和世界的反饋，然後對我來講，我想要說故事。然後我想要把我的人生故事和我對世界的看法用繪畫表現出來，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走上這條路。哇，恭喜了哈！常常大家講，哎呦，用安順哦，一路夯實變形藝術家，其實冇呢哈。那個時候老師受到打擊，後來還成為老師。老師後來您就念什麼科系？我還是美術系，還是美術系，反正就是要堅持着。對。後來自己也真的成為美術老師去教學，是抵拼動嘛。對。那教學，但是後來去國外念書啊，繼續深造。應該是先繼續深造，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當藝術家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我沒什麼創意哈。然後呢，對於我一直以來熱愛的藝術，我覺得還是情有獨鍾，我覺得可以當一個教育工作者。所以我在美國讀的是藝術教育，然後讀了藝術教育之後回來，在面對很多喜歡藝術的學生，我覺得我對他們的幫助還算是蠻大的。然後我可以當一個好老師，也教出很多優秀的學生，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培養出我很多的自信。好棒哦！那後來為什麼又再出國了？後來再出國是因為孩子的教育，然後我們就一起移民到溫哥華。然後在溫哥華還是一樣，一方面培育我2個女兒，她們都學音樂；另一方面我還是一樣在自己開畫室，教了很多學生。所以係要動到嘅過程哦。大家看到做出有名嘅作品、安好嘅作品，我覺得生命都很需要有淬煉的。對。你今日看到了安電音社嘅水童音，你又本去去到另個檔，做得去啲Rita建校檔。沒做得哈，所以你也本地某個地方出現，是你歡喜時候，唔係張瑞平老師高興就好。其實你係水童音哦，大家看會奇怪，結頭呢因為有倆水童呢，其實倆有一隻特殊的夢境，做了一個夢，誕生了水童人。是，我想只要有出國過的人都知道，不同的文化，然後不同的語言，還有就是沒有熟悉的朋友在身邊，總是有一些恐懼。還有就是呢，面對未來那種前途，不知道是不是會很好，然後有一種挑戰和一種害怕的感覺。那我一直以來都是表現出勇敢的，然後
不想让孩子看到说哦，我也是恐惧。然后，但是在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只会觉得说，哇，这个明天不知道要怎么过，或者是再过几年之后前途会怎么样，突然一种恐惧感就涌上心头。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做一个梦，那个梦里啊，有很多小小的人从天上下来要打我，我很害怕，所以我就抱着我的女儿啊，然后我就想怎么办呢？带个水桶吧。后来带了水桶之后，就觉得哇，好勇敢，因为我看不见危险，他们也看不见我的恐惧。然后从此以后就拿一根棒子，跟着他们到世界去闯荡。这是我的梦境，可是醒来之后，我就开始画他们，然后我就想说，把这样一个梦境画出来，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然后这一画就画了10多年。哇，大家知吗？其实日他们动成那水桶，它真的是很多人的缩影。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水桶，其实只有动到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爱。爱在里面呢，因为即使你觉得很多人要攻击你，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你第一个你想到就是你的宝贝，你要保护他们。对，所以其实 Rita 又看呀老师也改上，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大苹果跟小苹果，代表就是爱。对，所以水桶人他们最珍惜的就是这个爱耶。是。所以我的画里面都会有苹果。那水桶人其实一方面他很勇敢，一方面他很盲目。其实，应该说他们一直在追寻苹果，然后苹果也一直在周围，可是他们常常追错对象。哈？他们有时候因为带着水桶，可能都挑前的路啊，都带进来不一样。对，所以说他们有时候看到有金钱，他们就去追逐金钱；然后有时候他们看到有权力，他们去追逐权力。然后呢？那个苹果一直在旁边，然后他却不知道说那个是我最想要的。直到经过了千山万水，你知道人生嘛，对不对？你会走很多很多的错路，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得到了一切之后还是很空虚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就是那个苹果。所以最后他们终于会得到苹果。所以水桶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寻找爱的故事。哇，唐雷洞感同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当这个觉得有点恐惧的、害怕的水桶人，可是他还是很勇敢，因为他带上水桶就有一个保护罩的感觉。对，其实还得走在卡林滚呢，去对抗外面的世界。可是老师，你这样子是不是也希望大家有他的勇气，跟能够找到我们有一个保护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真正要的东西。是的，因为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东西是绝对的，什么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就好像水桶，如果你罩在头上，你觉得有安全感了，你就变得勇敢。其实它也让你隔离，也让你盲目。所以呢，你觉得说有个水桶很好，但是它真的那么好吗？每个人其实当他有水桶的时候，他还是想挣脱。或许他想要把水桶拿掉，对不对？或许他可以看看真实的世界，不要都隐藏在里面。但是每个人还是宁可有水桶。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比方说像水桶人他的那个线条，那个线条其实就是一个囚犯的象征。因为这个横条纹吗？对，因为囚犯的衣服就是有横条纹的，可是他们却变成了领导。为什么？因为领导他们的水桶特别大，然后他们受到特别的保护，但是他们也特别的盲目。因此，其实这有点反讽的作用。当你非常的隔离，当你非常的有绝对的权利的时候，其实你也就变成了水桶的囚犯。你啊讲到又系有关了经济、几只世界了安全的问题，就讲到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哈。东山起，刚才讲到了上面有种囚犯的感觉，给了服很鲜艳，这个绿色的裤子，还有这个黑色的长靴，它就是有一种军事、有一种规律、纪律的感觉。因为这个。其实水桶人他们很胆小，可是他们想要壮声势，所以他们通常是5个人一起活动，或者一群人那种群聚的作用，让他们有决心、有纪律去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就好像军队，他们一群人去一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们要一起的走，那时候也会造成一种盲目的随从。所以这个靴子以好的方面来讲，算是一个纪律的象征，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是一个盲目的勇敢。
哇，唐的信上安用英讲爱起都，这水桶人真的是寓意很深啊。除了电影下之外，我觉得真的启发我们很多的思考哦。等下下呢信上他们分享，水桶人不但抢金梦一类的演出，他还到世界各地去，还进入很多大师的画作跟艺术品里面。到底去到哪位呢？等下下将来继续进行安尼金梦一水桶人。大家转到福气来咧，基本嘅当神奇哦，咧水桶人来到现场，是系由安尼嘅装水品欣赏，了解安尼啲国际上有名嘅艺术家佢嘅创作哦，上海老师嘅代表作。嘅今日再次分享欣赏，欣赏好，你好，欣赏。哎，你讲到水桶人哦，现在真的是周游列国了哦。是的。那像里面您的创作里面，其实又讲到一家动琼呀，就说您发展这个挪用艺术，是好借这个挪用艺术。每部你也俩，你笔下的这个小小主人翁，他可以到各个地方，而且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无论是关于世界的和平也好，两性的关系也好，又动都为想法。是的，我觉得水桶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类共同现象的一个表征。那实际上每个人其实都是水桶人。在我一张画里面有一个水桶人声明，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英雄。每个人都有脆弱的地方，每个人也都有恐惧，即使是英雄或女王都有。所以呢，在我的这个水桶人创作当中，有什么女王啦，或者国王啊，也有甚至拿破仑也是水桶人。因为每个英雄都是一样，都是胆小的，但是因为有了水桶之后，变得很勇敢，当然也可能变得很盲目。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后来慢慢的发展出了挪用艺术。所谓的挪用艺术，你通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挪用就是说，把现有的继承的一些作品或者是艺术的形象，然后借由篡改或攻占，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作品。那这种挪用艺术，其实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当中呢，是很常运用的。嘿，评论讲，你书行有一张哦，你还图哦，这个神话，大家有发觉，原本的神话在这边，后来的神话。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水桶人啦？又看到了哈。是，其实这一章我要讲的就是说，我所挪用的艺术呢，是从文艺复兴时期 Botticelli 的一幅神话，然后它里面讲的是有美惠三女神啊，有春神啊，还有维纳斯是爱与美的女神。而我借用她的那种形象呢，来讲现代的这个网络世界。你看后面的那个树，就像网络这样子，交错的、复杂的交织着。那前面一点有一颗用树堆成的山，就像人类的欲望。在网络世界里面，所有的欲望呢，还更前面有一个苹果，就是说欲望和爱的交织。但是因为太多的网络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像水桶人一样躲在网络里面，然后我们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时候，就像水桶人一样不真实，而且看不清彼此。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觉得以前的人更真实，所以在神话当中，人与人之间是有真实的面孔，而现代的人在网络的这种交往情形之下，每个人都变成了水桶人。哇，真紧呢，这个是我想也是现代当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对不对？讲到网络的世界，其实网络当中除了英国，无论怎么样的欲望跟权利，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大家都在里面追求一种安全感跟爱。对，所以事实上跟其实透过挪用艺术，甚至是在这个剪纸的艺术上，有很多的琢磨嘛，其实廖屯西间呢，老师也有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这个展览，对不对？是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到底要呈现什么，让大家更多的来感受呢？是，其实美丽新世界是从1932年英国的一个作家赫胥黎所写的一本书，引发了我对网络世界的一种想象和一种反思。人类太多的科技文明，然后造成人类的人性渐渐的被科技文明所掩盖。那所以说呢，在美丽新世界里面所形容的就是说，当一群穿着华美的衣服从海上
到了一个孤岛，那在那个孤岛上的一个女孩子，那是从莎士比亚的故事来的。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看过真实的人类，她就赞叹啊，多么美丽的人呐，真是一个美丽新世界。那对我来讲的话，以我这个年龄，在我们以前是没有网络的，可是现在有网络之后带来的便利，还有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上的这种快速，甚至可以说一种欢愉的感觉，我们都会赞叹说，好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来临。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里面的隐藏的危机和人性渐渐的变质。那这一点就是我很关注的。然后在网络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像水桶人一样躲着，然后互相联系。从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发展出来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先生还求动善起，因为可能你有去某种的国家，甚至你自己求学的一些经历哦。因为我们说艺术的创作，有的时候它可以很单纯，就是我只是发泄我的心情，还讲真正让爱想法完全的实现在爱作品当。那老师常在思考，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是真实的吗？我们是相爱的吗？所以我就线上的动斗的俩创作当都有表现安用音哦。所以老师您觉得您就是一直在体现一个追爱、寻爱的过程吗？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我成长的背景很有关系。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在反思，我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我们所接受的讯息，然后包括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我们真正看到的真相？然后等到我出国之后，再看到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常常在想说，人类的共同性在哪里？人类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灾难，而这么少的爱？它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身为一个母亲，再去创作的时候，我觉得用母爱作为一个出发点，就是最强大的，因为每个母亲都希望这个世界将来是留下最好的给我们的子孙，然后不要有战争，然后不要有环境的破坏。所以用一个母亲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实是最严格，而且就是最强大的，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怎么样的留给子孙最好的未来。这就是我身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想要说的话。哇，我自己也是妈妈，所以我每次都讲哇，老师刚刚的一席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共鸣哦。丽西说，你还想，如果这个世界有很安全的、很满足的爱，是不是就一切都会更美好了？对。好，所以你还你走在走，我们就透过，比如说老师做艺术的创作，可能我就唱歌，来走 MOKIO 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对。突然觉得好有动力，所以母爱很强大。是的。哎呀，事实上，底下MOKIO 的创作地图，其中有一个在时代夫人这个新的创作里面呢，那把水桶拿掉了，换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对。你说它是新的，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它是延续我对于爱和对于女性角色的思考的主题延伸出来的。我会观察到，在这几年，我觉得跟网络是这种世代也是有关系。女性呢，渐渐的变得更独立、更自主。所以呢，在那个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参政或者可以拥有权利的一个世代里面，那当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自处，或者我们要怎么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是我在探讨的。所以线上走的作品呢，就是本来这是水桶人，那李哈斯用 MOKIO 就是也是挪用艺术喽，比如说用这个时代夫人，她的这个形象就是男性的阳具，成为她的头部。对。那也特别呢用安利的厉害总统，我们的小英总统成为一个这样主要的视觉的意象。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我是挪用《时代》杂志的封面，选了5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当然里面是有伊丽莎白女王，然后有总统候选人希拉蕊，还有就是韩国的总统朴槿惠和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和我们的那个总统就是蔡英文，就是每个都是一个在世界上有独立的权位和他们的领导能力
非常有特色的女性，所以我把她们特别的挪移出来作为我的创作主角，而且是以女性为主哦，所以叫做时代夫人嘛。对，所以事实上你请豆诶东西，刚刚讲了，我们身为母亲，我们要以爱为出发，所以动豆诶从切入的视角就是以女性的观点出发。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是以女性的观点出发，因为我希望女性就是不要特别强调是女性，而是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特别强调是个女性，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个人，就是说，以人的角度，女性应该得到一个身为人所应该得到的尊重和平等的待遇。但是刚好我们也是女性，我们有女性的特色，比方说我们会当妈妈，我们会照顾小孩。所以美提出的就是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哦，这是一个两性平权的议题。对。可是这不是我要讲的，而我只是说顺带提到的会有这些。就是它当中可以引申出非常多的议题，本大家共下来了解哦。香港线上就有冇共用的挪用艺术，等下下香港线上的讲爱来做艺术品咯。等一下 Rita 要动手做我的创作哦，聊下技術仲有any福氣來咧。藝術呢要當到冇強用展現的方式的，今日來到呢節目當中了解藝術家，我就佢唔單止會畫油畫，其實我知道他就是一個行動藝術家，因為佢慢來的戲，韓國慢來都佢作品的人哦，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了解係莊水平先生，先生，當歡迎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帶領你水童音，韓國呢你用挪用藝術，讓你的想法可以實現到各個地方哦，是的，其中有一家神業剪紙藝術，現在你非常的沉浸在裡面，它也帶給你非常多的體悟哎。是的，因為在4年以前，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我同學的剪紙工作坊，然後在那個拿起剪刀的一剎那，我就被剪刀吸引住了，然後一剪就剪了4年。哇塞！我發覺你也非常堅持的人，從你開始有水桶人，應該說從你高中開始畫圖，對，到開始有水桶音，到開始剪輯，你不曾間斷，你只要做一個東西，你就是非常的投入哎。因為喜歡吧，很有毅力，這也是另外一種母愛的強大，對不對？所以線上包含像網絡的世界，可能是網絡愛情，比如講UNILIA 醜圖，這個就是您的剪紙藝術。是。後來呢是發展到有一個這個慾望3部曲。是的。嘿，走在通台介紹嗎？好。從我剛開始做這些剪紙的，其實有一點像是拼貼的，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做起來是很舒壓的，然後並沒有覺得說他們是很嚴謹的。可是當我做很多之後，我就開始反思這個剪紙和繪畫的意義有什麼不同，然後感覺到剪紙當你剪得越多的時候，剪紙的這個質量越少了，可是它的圖像和它的這個美感就越多，就好像我們人生一樣，當我們活得越長的時間，感覺到生命好像是減短了，可是人生的圖像卻越加的美麗和清晰。那從剪紙裡面讓我得到的這種哲學和人生的思考，就是讓我可以一直去剪更複雜或者是更高難度的技術。所以去年我到北京，然後在一個比較具有傳統剪紙藝術的地方，真心的學了就是1個月的剪紙之後，然後我發現我一定要做一些比較嚴肅的作品，然後我就把波西的城市樂園，當然也是用一個挪用藝術的觀念，然後把15世紀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用剪紙，用中國傳統的剪紙技術把它呈現出來。哇，所以事實上應該講到，其實有個重點，人生就是要去蕪存菁，對不對？對對對。啊，有的時候我們身上很多枝枝節節，我們需要修剪，對，才會更圓滿。對。好，冇簡單。咁今日既然來到節目當中，先生佢是準備好了，我想我未準備好，我剪刀拿出來，我要按設計先生的剪刀動態機。老師要教我們一起來做聖誕卡片。我先說這支大剪刀，好，這是在陝北老大娘用的。其實他們用很大的真的很大支哎，對，可是他們可以剪出很細緻的剪紙。哦。當然，今天我不是要用這支來剪很細緻的，可是我要剪的就是說，當你剪下去這個聲音，好舒壓，對，咔嚓咔嚓的，尤其是
你剪得快的时候声音就快，剪得慢的时候声音就慢，就像一种音乐的节奏感。然后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种穿透，一种作品和环境的穿透。这是代表人生的透彻吗？对，所以在我的最新的作品城市乐园3部曲里面要表达的就是除了作品本身之外，透过影子，然后透过光线的穿透之后所看到的这种环境和人生的感觉。好棒哦！哎，老师，我觉得跟您聊天哦，而且您生又动动的想法也会一直不断的被突破。艺术是一个非常好介入的方式，因为我们就欣赏美的东西，透过一个具象也好，或者是一个暗喻的东西也好，其实真的会让我们沉淀下来有思考。是的，对，而且做圣诞卡片也是很实用的哦。对，现在这个是我在布达佩斯教外国人做的剪纸，当然一个是里面有中国字，然后一个就是配合着中国新年的节庆，然后还有它是立体的，所以但是当它打开的时候，看起来又很是一个几何的抽象的东西，也蛮像花的。对对对，那这就是剪纸吸引人的地方，它可以是复数的，你不会只剪一张，当你打开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变造。那老师，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复杂一点，我愿意接受挑战。好，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我想我们要做一张圣诞卡。嘿，好，那这样子的话，我现在给你一张纸。好，谢谢。哇，这个我跟水桶人一样的蓝色上衣。是。然后呢，我要给你一张绿色的纸。哦，水桶人的裤子。好，我们一人一半哈。好。哎，你看讲到剪辑哈，我已经是距离真的是国小、国中还有吧？谢谢，国中还有做，已经很久。动球毛爱用紧细来走劳作嘞。好，我们先把它对折。好，我要跟老师一样快，跟上老师的 tempo， 对，太能性上来走。OK， 对折，好嘞。好，对折之后呢，我们剪一刀。剪一刀之后，在有对折的地方吗？有对折的地方。对，剪一刀之后呢，我们就要剪出一些三角形。剪出三角形。对，你看。哦，我猜这个是树。对，你很聪明。因为 Christmas 是在做树啊。老师很惊哦，恐会听唔到咧。因为我们只有3分钟。好，我13个加油耶！哎，大家你一看呢吼，既然你步骤就在听呢，你强下来做。好，我自己也拿一张纸。好。所以，事实上，你的三角形是要越来越小的幅度，对不对？都可以，看你喜欢。哦，好。我自己本身没有很小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然后我们有这个浆糊，1人1支。好。请梦镜上是，我们要把它粘上去。哇，走量很好高哦，其实很专注哎。我发觉在投入摩伦奶种的从周的细节，你就会觉得很全神贯注。对，哎，因为你不小心就会剪到手。为什么我的树没有？啊！我把我的树干剪掉了啊！不要怕，等一下我们可以加上去。我可以粘上去。对，可以加上去。好，你要谁讲吼？相信 anyway 有出错的地方，不过唔怕，咋个不是好嘞？好，这是第一步。好，第一步。我把我的树干粘上去。好嘞，好，这是我刚刚剪下来的小纸条，因为我很喜欢收集这些剪下来的各种颜色的小纸条，它可以再利用。对，再利用，我们把它多折几次。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剪小苹果贴上去。小苹果，哎呦，你是做的嘞？是。好，我们现在就是剪一些小圈圈，等一下就可以粘上去。哦，多剪。就是多剪几个，多剪几个，所以我们要做苹果树。所以苹果，当然我们苹果就是勇气，就是爱喽。对，所以你有豆走掉，我们可以随自己高兴。对，我想要剪什么形状，其实都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剪星星呢。哎，所以艺术创作它是一个非常好沟通的方式。对，
其实从线上一点来走，您正在做的，不论是您想要强调的主张也好，这个就是一种跟外界的沟通。对。好嘞，好，现在到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来剪2个小雪人。好，谢谢。小雪人，雪人是要2个圈。对。好，我们试着都不要画，然后我们就是直接用剪的。好，现在我们把它对折。哦，直接剪一长条，好。对，你剪一长条之后对折。好，然后开始剪。你也加油哦！我们看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能不能完成。好。我发讲，我老先生做的经历没用，我是直接这个2个圆。这个雪人可以吗？可以啊，大雪人太大了。好，还是修掉，还是修掉，看看我扶不起来。好，雪人做好就完成喽，就快完成喽。我的雪人长得非常的匀称，头跟身体一样大。好，耶！噔噔，好嘞，这样就好了吗？我们要不要给他一顶帽子，好不好？好，来。最后把握的时间，好，我想今日除了大家做的仪式，我们张瑞平老师嘅艺术创作之外呢，大家每做的感受到艺术创作真的很棒。老师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继续做，你要教我一起完成的，好不好 ？OK， 好。感恩你底料位，我们让大家看看我目前完成的底料位，先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喽！艺术行动，大家一起来，今日咪非常感谢先生，希望先生，好，谢谢你，希望大家。等下听你线上走运同流，讲了了，拜拜，拜拜。